大家好，我是欧爸，伊是狗仔阿光。咱伫料理救援队第13集有讲到红菇粿加草仔粿，若是有掺刺壳草的，就叫做刺壳粿。你看这个红菇粿，看起来足好食款的。阿光，你品看卖？咱等下才食。咱先来讲寡相关的语词。提醒大家，下面的内容拢是甲放假有关系，建议大家爱先去看放假哦。红记记，红，红红，红记记，红，红红，这拢是红的意思。到底倒一个词是较红嘞？红记记是上红，红红是小可红的意思。像有的人较鄙视，你若甲看一下，伊的面就会红红；你若阁一直甲看，一直甲看，安尼伊的面就会红记记。其他的色水嘛是同款，像讲乌麻麻、乌、乌乌、黄润润、黄、黄黄。红菇粿，红菇粿，这红是代表喜气。菇是长火寿，粿是圆的，有圆满的意思。红菇粿会当祭祖、敬天、老大人生日，也是囡仔度节，拢会当用。煨脆，煨脆，煨是惊的意思，煨脆就是食甲会惊，有可能是迄个物件伤甜、伤咸、伤油、伤肥，拢互人食甲会煨脆。微灰三者，微灰三者，三有乌白来的意思。这句话就是讲有人咧做歹代志。这摆鸟鼠仔头家总算讲出伊微灰三者的原因。料理救援队毋但送伊红菇粿、刺壳粿，阁陪鸟鼠仔头家去祭拜祖先，带伊去食好料的，互鸟鼠仔头家感受到幸福的滋味。结局真圆满。这是料理救援队的最后一集啊！唔知你看了敢有介意？料理救援队最后甲鸟鼠仔头家达成和解啊！这实在是足赞呢！各位观众，今仔日讲的敢拢会晓啊？逐工听，逐工讲，你就是台语万事通。爱会记你替台台 Friends 面册专业起赞。分享、追踪，即马已经是最后一集啊！真感谢大家收看，若是有机会，后摆会搁再见面，再会。